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好，其实阿群妹我好有同到朋友，全部就是你台湾戏剧学院出来的学生诶。不过佢哋係大學生，同我講分享佢哋頭擺讀書的時節啦，發生的事情啦，又係講佢哋頭擺學習的東西。阿群妹我就知道，哇！佢哋實在很強哦，很辛苦哦。啲按些時節就會開始來學佢哋的東西，不過也就係人講嘅台當3分鐘，台下就用嘅10年功。我說佢哋我有按好嘅演出，聽說會發動到心思，到地度，到歌唱當中，到學習嘅歌唱當中。我說今日節目當中，我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關於台灣戲劇學院嘅學生嘅韓國先生，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嘅來賓，來分享台灣戲劇學院嘅先生蘇小婷蘇先生分享。阿群妹好，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蘇小婷，一下到台灣戲劇學院嘅客家戲曲教師。好，歡迎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哦。接下來哈，今日呢邊旁地都非常鬧熱，因為還有來嘅2位同後生嘅學生嘅來歡迎彭長梅，韓國50人歡迎。大家好，我係彭長梅。大家好，我係吳成恩。今年我國3，我6歲強班。很可愛。其實長梅你係客家人，對不對？對。青梅是客家人，你係哪片的客家人？苗栗哇，同鄉。蘇老師咪係苗栗人。苗栗公公。對。那承恩其實你咩客家人呢？我是閩南人。你是閩南人？我住桃園。哇，嗰時候唔係客家人，咩來拖客家戲，對不對？客家戲曲。哇，嗰時候冇嘅族群全部就走得來學習。不過想要來問一下先生，啲下台灣戲劇學院地度，因為佢係一個專門咧搞戲劇嘅一隻學科教科呢。嗰時候在這個傳統戲科、傳統戲曲地度，有本來按多種嘅無共用嘅傳統戲曲。你睇我哋學校吼，總共有60課呢，哦，有30課呢係戲劇嘅課呢哦，包括呢客家戲曲，還有歌仔戲曲，還有京戲，哦，還有另外30戲曲係做得偏向我哋表演嘅，比如講音樂，嚇音樂戲曲，還有嘅劇場，劇場藝術科，嗰還有民俗記憶科，總共60課呢。總共6種。不過，做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啲傳統戲曲，就有3種。剛剛有講嘅京劇、歌仔戲、韓國客家戲。所以嚟呀，3種無共用嘅傳統戲曲，加嘅無共用嘅素材喺哪片？當然，輕重要嘅就講，我哋嘅客家話，講我哋嘅音樂嘅唱腔有3個彩茶，2個部分係留其他劇種全無共用嘅素材，但是我哋咪有同共用嘅部分，就講像戲劇到呢下嚟講係呢台灣人嘅民俗藝術啦，真嘅，我都還記得韓式嘅時節。早上有冇早晨頭天絲打開來，中視就第一個播歌仔戲。嗰種嘅同細時節都同只聽到也有傳統嘅戲曲。係因為你啊等於講老人呢嘅神法同有關係，比如講廟台嚇愛拜神嚇，一天要有也傳統嘅戲劇嚇來敬神嚇，啊個還有一般民間比如講細細嘅時候就還有聽到嘅市場還有人大菜茶賣藥嘅，嚇，全部都係留呢個神法有關，等於係呢客家族群咧當重要嘅娛樂啦。冇錯。啊，嗰佢有一隻親係特點就講，也戲劇係一種綜合嘅藝術，嚇。所謂綜合藝術就講，不管佢嘅唱3個菜茶，還係佢嘅表演，嚇，地度就含包含舞蹈。舞蹈，嗰還有武術，嗰還有比如講特技，
哈，一个东西每一项做迄一门同层面的艺术，啊综合起来做迄呢个客家戏曲，对，啊所以来讲，也一门艺术色彩来讲迄同层。啊，要当专业吧用。唔错，因为像外地，你的客家戏曲啊、国中、高中都太好，全部到只剧团都有。故说无腔用嘅剧团会搞无腔用嘅东西，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就来嘅两位国中部的，对不对？对。国中部的，不过我当想问一下，我头摆听讲啊，研讨戏曲学院的时节，真嘅迄种辛苦，因为要学习当多东西。故说我想要来问一下青梅，你怎么一开始会想到讲来读戏曲学院？当初是爸妈想要你去吗？还是你真的去家想要去读嘅？自己想来的，自己想要去读的，为什么？因为就是学校有社团有接触过。你在小学的时候？对。然后就刚好在招生，然后就进来，想说来试试看。哇，古时候你也听国中就来读戏曲学院，嘿，那陈恩呢？陈恩你怎么会想说，而且你还不是客家人，你怎么会想要接触戏曲，想要来读戏曲学院，而且是读客家戏这一科呢？因为家里家境不太好，然后我爸爸也想让我学一技之长，所以就让我来读这里。然后那时候好像是从网络上查到的。哇，网络上查到的资讯。对。然后我之所以会读客家系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爸觉得歌仔戏太普遍了，然后觉得客家戏比较罕见，是讲罕见吧？反正就是比较特别，比较特别。对。所以就让我来读客家系。哇，所以其实老师就你看，像安样唔係客家人嘅學生嘅來學習客家戲，對其他的來講會較難麼？他們會不會需要花較多嘅心力去鑽研，比如講像客家話一啲東西？當然，我哋學法吼落來學教之後，我從頭開始教。啊，個還有唱腔嘅行語發音嘅山歌菜茶，咩係從頭開始教。啊，所以對佢哋來講，等於講多學一項吼。加陳恩安尼講我想加爸爸咩係當有一個遠見啦吼。佢來一片學嘅客家戲課之後，畢業之後，佢還做得轉有能力嘅話，還可以轉到歌仔戲、京戲，所以佢學嘅東西比別人做得較多。啊，個會你還有學委會、客家電視台、講客天台等等，本呢客家戲嘅主題做一個表演嘅舞台。對佢哋來講，實際來講係比其他劇種來講更加適合。哇！所以有的家長會看到一點，然後自己送來到呢片讀書。對，因為其實啲方言來講，其實好樂發同接啲天師當個，也係其他平台全部就做得聽得到。不過客家話可能較少聽到，竟然客家唔是講真件。學習到，學會講客，嗰時候其實學會講客，這也係算是很大的一個客家系的優勢，對不對？唔過我咪想嚟問一下，因為學過戲曲嘅學生嘅全部就有自家嘅一個專門學習嘅東西，比如講我有一個很可愛的朋友，她是芷萱，她就是女丑。對，那比如說像是強模韓國省人家的自家學習的類別又是什麼呢？我是青衣花旦，青衣花旦就是最美的那一個，對不對？是嗎？老師是不是最美的？女主角，女主角就是了。對，那你覺得青衣花旦跟你本身的性格有接近嗎？花旦比較像，花旦比較像。那花旦又是怎麼樣的性格？比較活潑開朗，然後就是比較活潑一點，然後青衣就是比較屬於沉穩一點。所以因為要學習這個青衣花旦，又要把自己變得比較文靜，對，淑女一點。對。那陳恩呢？我是學丑角的。丑角？你長這麼帥，你是學丑角？沒有，因為那時候國一的時候，我們要選我們的行當。對。然後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我們客家系有一個很老的老師，然後
那时候问他我要去哪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说去学丑，因为你先学丑的话，你学生会比较简单哦，对，比较好上手。哦，然后如果你先学生再学丑，会比较困难，包袱丢不掉，应该可以这样说。所以其实吼，第一 HQ 后演做得做动到封面嘅复习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谈其他的复习要歌唱哦。观众朋友，有吃到呀的小朋友的表演，最近都精彩么？还个成日唔系客家人，竟然客家讲到暗好，还有忘了同大家讲一下，我係阿權妹吼，分享大家要轉到來，富起來咧，要看到阿權妹嘅溫山父母啊，因為佢們嘅係同大家來分享呀，台灣戲曲學院嘅學生喺韓國線上來同大家分享下嘅學習韓國教學嘅過程哦，家下好係安尼上演韓國強模兩場嘅表演，就得同大家講一下，剛剛你阿德表演嘅那個橋段啊，它是什麼角色跟什麼角色？他們在做什麼呢？就是逛花燈，逛花燈。前面有一段小鬥嘴，對，就是想要，就是老婆想要叫老公帶，所以你們是演夫妻兩公婆，就是老婆想叫老公帶我去看戲，可老公有點小小的不願意，後面鬥嘴鬥到後面，就是老公妥協了，就是想帶我們出去，對，就是我們就唱了這段。就是代表我們要出去了，哇，真的很厲害！像陳恩，你沒客家人，不過其實你剛剛從給團，我真你唐姆森，你不是客家人哎，我覺得你客家話發音發得很標準。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麼學習的，好不好？哦，就是國一的時候進來，大家在講客語，我聽不懂，然後那個，我們也有客語課，然後也會教，對，然後。我們上主副修的時候也會教客語，然後這樣子長久這樣子累積下來，會了一點點，就至少聽得懂哦。然後但是不太會說。不過大家也哈講下，大部分係聽得識的，大部分聽得懂的。對，那講的話就是在台詞上面。背台詞還算 OK， 背得很好，可以發音發得很標準。對，所以就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您來戲曲學院現在讀了3年了嘛，對不對？國3了。你最大的成就感是什麼？最大的成就感，學了一個新的東西，因為新的東西，就會一直去進步。然後把這個新的東西學完，然後給大家看，給我的家人看，然後聽到掌聲就很開心。沒錯，很棒。剛剛你們兩個人都很棒，所以呢，現在阿權妹都愛緊張的時間來咧，愛緊緊張到愛咧，就會因為陳恩今天要教我水袖，大家底下手尾有幾長嗎？超級長，要身為要手尾按長啊，他要怎麼耍？你可以今天教我幾個動作嗎？好，
一开始啊，对，先把水袖拉开来，水袖拉开来，对，这样子，把它折进去。哦，它中间其实有一个线，对，那是要对着你的中指，对着中指，把它这样拉进来，来喽喽，然后再把它拉到这，再反折一层回去，对，这样就对，把它扣着，扣着，这边另外一只手也是一样。好，我呀，很长，我没有办法。对，中间，我们演出前都是一定要这样子用的。哼，对，然后先把手伸出来，在你的左脚伸出来，画一圈到你的身体中心，画一圈到我的身体中心，对，然后把它放出去，然后放下来，对着你的大腿这样，对着大腿，这样把拉一下放，拉一下放，然后这样转到前面，收起来，2、3下就要把它收起来，2、3下就要把它收起来。所以其实矮嘎哈后 A 这个是分解跟通走，是分解动作，对不对？对。我们请承恩示范一下一整套的。好，画一圈放，再甩。哦，这一整套感觉就知道多难。好，那我再试一次，你跟我一起做一次。好，慢一点哦。好，1、2、3。放出去，画一圈，再放出去，然后再甩一下，然后再1、2、3。对，是这样吗？对。顾寿，这个是什么时候会用到的动作？譬如说我们整整理我们的五官的时候，所以这是武生会用的动作吗？还是说都会用到，生丑都会用到，生丑都会。对。整理衫服的时间。对。鼓手我用到压到通照。对。那好，那我们现在学会一个，没有学会，有学到一个，再过来好，那我一来通照。另外一个这个动作，先放下来，放下来。哈，对啊，这2只手啊，这样子转，其实它是这样子转，再一次，这样子出去，放出去，这都怎么那么难啊？对，出去不用，出去不用，就只是加水袖这样子，好，把它耍出来。怎么那么长啊？要练很久才能练得很漂亮。对，因为要区位懂宠，你的手根本就没有到那个。对，我到现在还是耍不好。没有，你已经耍得很好了，因为全部纠缠在一起，摸到都工具按你 fina 就好哎哦。其实没有这么容易，鼓手牙全部就会真功夫哎，对不对？其实像这个水袖，你们练了多久？要真的耍到好看的话，耍得好看。应该不能讲耍得好看，学会基本动作，对，要把它学会。我们这个学，我们要学很久，但是怎么讲？老师来帮他补充一下。应该是说看他们的行当他们在国中的阶段分以丑旦为主，对那可能也会再加一点点升行的动作。那在他们进入这个主副修分行当之后，他们的老师就会针对这个行当最重要的一些，包括水袖啊、扇子啊、手绢这些基本动作，就会去指导他们然后再运用到戏出里面，跟角色的这个表演结合。做皮哈，哇，鼓手也还水袖的部分，不过今日阿 Q 莫后的挑战还唔像水秋婷婷，还有那个呀，这个叫做什么？八角巾。八角巾，这个八角巾以前有看过很多特技表演，就转啊这种，所以今日晴美要教我用八角巾，对不对？对。好，我们来先来学习哪一个动作比较简单，先拿着简单的嘛。对，简单的就简单的挂着中间挂着，对，然后转。对，这样转起来，这没有转起来吗？有。哇，我竟然会了，所以这个动作是算比较简单的。对，等一下要对中间哦，如果跑到外面就容易掉。
哦，所以这个是八角筋，然后这个转的动作是什么时候会用到？那个这叫平转帕，对，然后就走身段的时候，走身段的时候会用到。哇，其实这个要很专心，鼓手可能好像一边行路，一边冲狗尾，要一边耍这个，其实就很难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动作，这叫立转帕，然后就是绕着你的手腕。就是抓这两个就很难，这两个脚好，然后绕手腕，绕手腕。等一下，我现在有双重的困难在我手上，我觉得要这样子吗？对对对，然后绕着手腕转，绕手腕转，然后手肘尽量不要动，手肘不要动，对，动手腕。好，我觉得太难了。如果我学得会，我就今天就不在这里主持了。好，鼓手起身后，唔讲迄水手，也去讲下这个八角筋。其实你看，像对其他队来讲，确实翻用的按简单的事情，对阿群妹来讲按困难吼。鼓手其他队好是要发动到心思，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谈其他队的故事哦。好，分享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哇，家下送两团哦，呢，神诶，韩国强妹两啥，对呀，台湾戏曲学院来的学生诶，表现都当好，当精彩，韩国美教阿群妹爱啊，好呀，水手韩国八角筋，正经是表现其他嘅专业无，接下来吼，呢神诶，还有其他嘅表演，我表现本大家看，纵上分享。恭喜阿爸送一台，食材真无大袋。本来伊家阿爸妹，细心求来就分银派，三色安普送做代，喜爱结婚强从衰，爱讲阿爸爱无爱，爱咩讲记出用用爱。记起未来爱塔袋，记开水来就爱啉菜，记里女来爱里外，夜夜晒木就爱嘴巴，又爱布皮本记盖，又爱老记在，对在三杯公子传后台来，传后台。各种先听听，佢爱做按用嘅角色，因为家下对佢讲嘅内容来讲，佢即係我要先讲佢发音非常嘅标准。佢讲嘅内容来讲，佢係咧头不用嘅人了。陈恩，你觉得就你现在是一个10几岁的小朋友，你要饰演这样子的角色，还有揣摩他的神情、他的表情、那个皱眉头，还有每一个动作啊要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难揣摩？不会啊，其实你只要进入到那个角色哦，然后你熟读剧本，对，然后知道你现在要干嘛，你就很容易的上手，然后还有加上不要惧怕舞台，不要惧怕舞台，对，哦，所以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很勇敢的，对不对？晴梅，你觉得在舞台上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力量？就是会很有成就感，就是做完这些动作，然后就会觉得，哦，我完成了一件事。对，然后对。哦，所以像现在你都用啥张贵中听听，上好了，还有高中，还有太后，还有高中、大学，你们接下来未来对于表演的目标是什么？晴梅先说。我对表演的目标，就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把客家戏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可是就是未来怎么样也不一定。我觉得先把当下做好。
就是最好。哇，好成熟哦，国中生小朋友讲给法。那沙哈来陈恩呢？你对未来表演的目标是什么？未来哦，如果有这个表演机会，我会去尝试，然后希望可以往更多面的表演来发展，对，不一定只局限于客家戏曲，或许别的也可以，其他的方面来学习，对不对？对。所以像老师每强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套戏曲方面的学生嘅，佢哋會有哪條優勢，也係講佢哋會有哪條資源做得嚟應用。一條學生誒，你下你客家戲曲主要就教書，國小6年生畢業，各種1年生入學嘅學生誒。佢哋入學之後呢，學嘅東西像講陳恩佢講嘅一團口述的藝術你講客家戲地都很多旁頭，就係三角彩茶戰前踢團嘅部分念一團搭配呀曲嘅板，就是書板節奏嘅部分一個部分就會吸收。觀眾嘅上大家來看戲嗰時候佢內容有些當神氣個有節奏感也係口說藝術嘅部分至於講佢哋嘅優勢就講之前可能佢哋都小學有學過啲口說藝術再入來之後再加上學佢哋嘅唱歌嘅個係有成團舞蹈表演之後佢哋就做咗啲很多舞台當過演出啊、小戲個台戲甚至都太好時間做的做編劇編劇導演安尼部分。嗰時候佢哋出戲之後唔單止係也戲曲嘅部分，個也口述嘅部分，係咪咪可以行？比如講主持唱歌有當到戲曲學院出來嘅學生嘅也下啲嘅主持像鄭迪唔單唱會做戲，還會主持，李佳也是，對，世勳也是，張世勳。其實有當到你出來以後唔單唱啲戲劇有發展，韓國甚至其他嘅兩位都有，還有君平也去演戲了，對不對？所以我哋客家戲曲設計當然，人家都還係要保存人哋客家戲劇文化，但是我哋教育方式係當開放我哋咪有留嘅客家電視台個公共電視台做一個合作佢哋係有安尼偶像劇青春劇嘅演出，咪做得來我哋內行海選，我哋學生全部做得去參加一個演藝嘅活動，個較優秀嘅學生佢哋會自身升到我哋太學府，個畢業之後就做得行也專業表演，咪做得做教學，咪做得前台做，還做得做後台嘅幕後。還有演藝教學所以你下學生嘅設計佢哋會發展係當發嘅學習嘅東西其實當到，對不對？而且其實到太後以後，還有各種非常分得非常細的領域，專門嘅兩位做得本家就去學習，不管是幕前、幕後，其實幕後嘅也的東西，大家不要小看幕後哦。其實幕後嘅事情做得本你有整個非常好的組織跟邏輯去處理各種事情。比如說你辦個活動，你需不需要幕後的經驗？當然需要。你要做行銷，需不需要幕後的經驗？其實都是需要。要的，故所也係相輔相成，嚟到戲曲學院做得學習到懂的東西。每場欣賞同大家來講一下，其實沙下來悄悄的，就是要開始到招生季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假使講想要來報考要用來考試，還個愛考乜嘅東西？我哋今年嘅招生係到6月24號，禮拜日為止。係講有興趣嘅小朋友或者家長可以留佢哋報名上我哋學校嘅網站做得去買到簡章。個我哋考試係7月份7月初。考嘅內容呢，大概就比如講成績學校嘅成績有。
大表就做得嘞，哈，啊个落来之后，哈就去甲准备唱一条歌的啊，唱歌的跳舞就做得，爱表演，嘿，一项去甲表演就可以。哦，迄讲假使爱正經當上來到戲劇行業來投訴，唔過愛唱歌唔好聽嘅樣解釋。因為到戲劇表演地都唔單止係唱歌嘅，還有舞蹈，還有動作等等。好，唱歌嘅做得落來之後再學啊。像陳恩個唱妹記得，咪係落來之後再學客家個唱歌嘅，啊有老師會讓我調整。哇，鼓手講唔是少，韓國大家可能還會煩惱一件事情，就係講談講戲劇行業當年嘅咯，當對年講哦，呀哈還會冇？現在還會這麼可怕嗎？就是基本的一定要，基本要學習的還是很嚴格。對，不過不像我們傳統印象當中，像係戲班呢那麼可怕，那麼的高壓了，對不對，老師？冇唔錯，因為我哋自從都學到實力客家戲曲之後，就變成教育部的內統，所以教育部要求我哋會比如講用版嘅教育方式哈，我哋先生做等等做啊，所以你睇學生嘅學科沒有充實，個術科沒有充實，全部就做，嘿，嗰時候記得5:50就聽一節嘅早功嘅課2節，嚇，學嘅彈子功、把子功啊，基本功，啊，然後也功底打好之後。好，這樣開始學記得。嘿，冇錯。鼓手好，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做得來報名了，細細格格掃描去請諮詢哦。今日沈夢淑先生、沈夢陳恩、沈夢強妹，謝謝，謝謝。那沈夢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